继续关心海军陆战队666里有4个官兵涉嫌偷卖咱的国军刺针飞弹的发射筒。桃园的检方发动搜索，嘛向法院甲因申请羁押。桃园地方法院伫昨暗裁定2个人收押，一个人以10万块交保，一个人请回。也若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即马有回应讲，一定会配合司法的调查，嘛会处罚不法的人员。军方检出海军陆战队666重大军品盗卖案，这件飞弹发射筒疑似遭到外流。检调进程，查到一个乌邦军火库，发现有大量新式现役军品。透过对查来源甲清查配合，确定为国山陆战队666流出来。这上会情报官、一士官长甲2个中士涉vụ重嫌。桃园地检署23搜查陆战666。初会真济个军事官侦办，而是有令1人交保，各向桃园地方法院声押4人。讯后就其中被告1人交保新台币10万元，那其余的被告4名的部分，那认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那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。桃园地院裁定姓洪姓王的被告涉犯5年以上重罪，而且可能有串证，有伫羁押或禁止接见通信。姓柯的被告无羁押必要10万块交保，姓周的被告犯罪嫌疑无够，有伫撤回。因为这案件牵涉国防军购这机密，照检察官请求，无确实详细羁押理由。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回应，经过查证，确实有98年双年装刺针飞弹射击了后发射筒1粒，会配合调查清楚，也严格处罚检讨牵涉违法的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